你有冇見過可以踩喺雲上面嘅健行步道？去葡萄牙真係千祈唔好凌晨上山睇日出，因為睇過一次真係會靚到翻唔到轉頭，好似置身天堂嘅山徑，位於葡萄牙對出嘅一個外島馬德拉島，一日就可以睇晒雲海日出加雲海日落。今次介紹 Pico Ruivo， 全島最高嘅山峰，亦係最 iconic 必去嘅景點。由登山口行1個鐘就上到山頂睇呢片無敵雲海加日出。因為亞熱帶氣候，全年80%時間都係晴天，每日都可以睇到金黃色嘅日出同雲海。中意旅行行山嘅你，碌 IG 一定見過呢條步道，就係呢一個山頂繼續行去第2座山 Pico do Ariro。有時多雲啲，真係會好似喺天空漫步咁，而另一面落山，亦可以順便睇埋雲海日落。馬德拉島旅行方式以自駕遊為主，不過非自駕遊亦有好多 self guide 包車服務，直接由城市送你來回唔同登山口。我覺得反而唔使就停車場位置，揀邊條步道健行，個自由度就會更大同更方便。下邊留言 Madeira， 我就會一次過 send 如果非自駕遊推薦嘅 self guide day tour 報名連結同埋8日行程俾你。